由议员王家珍的服务处加效果书局集团共同主办，管中民的台大团旗演讲会，12月9号下午将伫鸿运文创中心来举行。议员服务处上午特别邀集协办单位，包括中华日报、台南市妇女会等团体，以及新台中英大学的学生，共同召开活动记者会，邀请市民朋友以及青年学生做伙来见证台大对抗历史暴政的团旗。管中闵校长杨度先生会在当天下午来到我们台南市鸿运文创中心，大家比较熟悉的，也就是说经常去礼拜的天桥教会来做这个演讲会，1点半入场，12月9号1点半入场，2点正式开讲。大概时间，管校长本来很乐意在台南多留一阵子，但是确实也是大忙人，所以大概3点40分的时候，校长要离开台南，就得离开台南真的是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非常难得的一次演讲会。管中闵的台大传奇我们认为说这个管中闵他在台大里面他的这个台大的大学自治的这个过程中他确实是像刚刚不管是嘉珍议员还是林董说的他确实是一个传奇，他可以让3个教育部长为他而引咎辞职下台所以我们认为说管中闵的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面，它绝对会有一个非常我们常说历史会记下他一笔所以这个进程确实是台湾的这个民主制过程当中的一个污点。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借由这一次的活动，来让这个所有的年轻人来看看说这样一个台大的传奇这样一个台大他这个民主自治污点上面的一个当事人他怎么样去分享他在这个活动当中他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所遭遇到的一切，那也为我们带来说他是一个作为长辈他要怎么样给我们鼓励那来让年轻人对于这些民主的过程中有一个深刻的体悟。民进党在创党初期，他是主张政治退出校园的一个政党，而今到民进党执政之后，他却成为了一个会用政治力介入校园的一个政党。所以我认为说，屠龙者终成恶龙，而管校长便是在这个屠龙的过程中，他努力的去抵抗这一个庞大的政治力，努力的让学术回归于学术的本质，而不是让政治力去干扰原本应该专业然后有教育理念的一个场域。所以我非常推荐所有在台南甚至南台湾的年轻人来听这一次的演讲，来听听看管中闵管校长怎么样去在这个痛苦或者是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坚持他的教育理念。议会单位除了议员王家珍的服务处、效果书局集团总裁林明正，还有真侪民间社团的理事长等。王家珍表示，整个把关的事件，拢完整记录伫个杨度甲管中闵校长做伙写的这本《大学的脊梁》这本册，两位作者同工拢会出席。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小酒小伴，做伙伫个12月9号下午出席管中闵的台大团旗演讲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